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台湾的四大温馨歌手：第一，赤素翕相；第二，台湾的石虎；第三，台湾的凉气蛙人；第四，姜母鸭内面的姜。细汉的时阵受伤的原因。对脚踏车顶悬摔落啦，对桥仔顶摔落啦，滑倒。即马受伤的原因，困的姿势毋对，坐伤久，一个腰酸哦，拍骹算伤大力，拍卡是伤大力。我问你吼，我咧想讲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手机啊，号码敢有重复的可能性？有可能啊！顶摆我打电话互阮女朋友吼，是一个查甫的接的咧，伊讲可能号码有重复。食哈密瓜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哈密瓜有一种哈味，瓜有一种哈味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分享一个，顺刷订爱看。就是 Camber 咪巴拉按时来点准时好本影片，刷。等下，卖总播，唔通我袂来，恁唔通我就来哦。歹势啊！毋过你爱这个是。较真正需要隔离，肝若歹，人生是好短的；肝若好，